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昨仔总统召开了院际协调，这是中华民国史上头一届院际协调一将五手载，讲爱有力就爱五载连起来，啊外口的罢免敢会停落来？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 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二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三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四位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是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 立法院长韩国瑜昨仔亲身向总统赖清德表示讲，希望总统就要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呼吁停止恶性的大罢免。但是赖总统以佛教所讲的“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来回应。那么有在野党的立委就真侪咧批评讲，不过。 台南的立委林俊宪、王定宇马上发起了罢免。嘛，第一阶段的这连署书已经送出来，就因为无合的资格去用退件。好。院长昨天听到总统的说法，可以接受吗？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立法院长韩国瑜前一天伫院际协调会，当面甲总统赖清德表明，希望总统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呼吁各方停止恶性的大罢免。 赖总统引用不改的话回应，伊讲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去互在野的立委解脱做事总预算案甲大罢免有因果的关系。某种程度，赖总统的话就是总预算如果搞定了，我就可以让大罢免停止。那不就他露馅了吗？那就是他可以主导大罢免。他们希望透过大罢免的方式来回到他们过去美好的时代。 就是一个麻非戒断症候群，你没有办法说服民众给你更多的席次啊，让你能够所谓的完全执政，所以他错解了因果关系。那被立委认为讲，赖总统想要用影响立委审查预算的职权来换结束大罢免，嘛，这个是民进党咧推动罢免。不过，伫立院的票仓台南，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马上锁定是罢免的对象。不过，第一阶段连署书送出去了后。 都是因为资格无符合去用退件，和民进党台南的立委6个欠一个召开记者会。我们都是台南区域立委，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地方。那经过我们询问所有的里长、所有的菜市场、公庙的主委，没有人看过有联署活动。突然间就送出几千份罢免王定宇委员还有罢免我。 所以，我们提出强烈的质疑，联署人的身份、这个背景，都跟国民党有关系。那咧互相批评是咧操作罢免。根据中选会统计，到7月为止，拢总收到47案的罢免案，其中44案是立委的罢免案。朝野对起气氛愈来愈严重。针对在野希望讲，总统除了院际协调，更较应该爱推动朝野政党领袖的对话。 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讲，会看未来情形才个决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咱咧讲吼，菩萨为因啦，众生为果。我主持人是为官，但是呢，我想要请教着这老师吼，因为老师吼拄好开刀煞，所以吼地无啊，老师唔是为官吼。我要先请老师来讲吼，老师你该读这8字吼，因为这。 初初伫台湾哦，这几档吼，头一个讲的应该是声闻法师啦，伊讲过啦。但是吼，这个解脱吼是较加赞处的啦。然后有的是讲吼，我每一个人拢应该做菩萨，注重的是安怎发生这个原因啦，吼。这我的理解是安尼。所以赖总统在这个场合咧讲的就是讲，恁大家都爱想讲是安怎发生这项代志，
是不是安尼呢？我有解读唔对无，老师？因为佛教这8字吼，讲起来是真深啦吼。啊，我讲实在话，这在要安怎去解读，迄是在人的啦。吼，看大家安怎看哈。但是基本上，因果的轮回甲因果的关系是无啥共款的。因果的关系是阮因果的关系，甲因果的轮回，这两个是无共款的吼。因果关系是阮咧做研究的人，阮遮有做个老师嘛，阮咧做研究的人，咱咧方法论上，阮讲 causal relationship 啊，就是有你今仔日因为有落雨，所以我造雨伞，对吼，这两个关系，这是叫做因果的关系，是因果的轮回。啊，我咧想讲啦，华总统昨讲应该是咧讲因果的轮回啦。伊的意思就是讲，恁遮咧发起罢免，也是讲去罢免的人吼，基本上是较早你做的因，即摆你家己的果吼。啊，你的果嘛是家己爱吞。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意思？说法是安尼，头拄我看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罗斯波吼，赖委员吼，伊头拄咧讲，伊讲伊咧看讲应该是这表示讲大罢免。伊总预算若准过大罢免，就袂正常啊！我无啥安尼看的，我的看法是怎，我的解读啦哈，是怎总统的讲法可能是因为你要罢免迄是恁家己的代，因为家己因家己的果嘛，哈，所以甲我无关系。那叫我做一个民进党的主席，吼，我无要插这个代志啦，啊，所以讲恁。要罢免的人吼，要罢免的代志，你啥物因、啥物果，家己做的因，吼，家己都要担遐的果。我看是安尼，所以看起来大罢免是避免袂了，我怕应该是阁会行落啊。但是呢，因为每一个选区的状况无共款，到尾啊，我认为讲会通过讲第2阶段，即马是咧进行第1阶段嘛，吼，连署嘛。会使通过这2个阶段，到行到第3阶段，可能无几个选区啦，全国讲起来无几个选区。但是因为即马在野党甲执政党的，就是民进党甲国民党甲民众党中差无几色，所以可能几色的变化吼，都会造成规盘的改变啊。所以我咧看这是实际的原因啦。所以我咧看讲应该。大罢免袂讲无啥物变化啦，应该是会行。看见无奈啊？应该是会继续行落啊。但是呢，总预算应该是有调整的空间哦。因为我今仔日看起来，咱韩国瑜韩院长伊昨就咧讲了嘛，啊，今仔日有新闻出来讲，可能会用追加减预算嘛。啊，根据咱的预算法的规范来讲，本来的也是进行。但是先这一条件是你行政院莫阁提出合议哦。伊我的体会，伊无甲讲这是2个因果关系啦，哦，就是你已经爱放弃富裕，我再来瞧哦，但是照讲这2个是应该是有小可有牵连啦，啊，但是一定该会变做伊的前提。我看是嘛袂安尼，应该是会超啦，啊，所以追加减预算，我会估计这会期应该是会进行，会过关啦，会进行，会过关嘛我唔知，但是会进行。我讲伤紧，但是蔡老师，他早你看吼，每一个人吼，拢有爱讲，你著爱先安怎，我著爱先安怎，哦，我才会安怎拄安怎。但是咱看到吼，民进党的干事长，伊讲吼。那要靠这个追加预算的方式是无可能，那必应该支持和议案，和总预算重新来过。咱即摆知影哦，吴思瑶这干事长相当程度哦，知情人士表示相当程度是代表着金上的意志哦，伊敢安尼讲。是毋是代表着讲，我是来协调的哦？啊，恁要安怎舞？恁来看恁的家己的这个自我发展哦，菩萨为因呐，
吼，众星为过，哦，恁就来想清楚，蔡老师。是啊，就是讲，你来回归分析一下。对，就是你种什么因，你得到什么果啊。吼，啊这你是事主，你袂当讲你是苦主啊。意思就是讲，这规件代志，吼，照你讲是3二算，这是立法院的权利啊。但是你做医生是手术刀哦，把迄歹的所在处理掉，伊毋是是关刀啊，目睭搁拔起来，中台，吼，啊有诶抬甲吼血流血滴，吼，监察院95%的业务费去互删除，吼，啊你即个物件，血你已经放啊，吼，你即摆是毋是看要用啥物方式尽量会当偷绑？结果伊毋是，伊通过总议算了，伊搁用一个复议案，即个复的意思就是。伊已经甲锁掉的啊，就对啊，就是讲，大家莫搁对即件代志莫搁讲啊，就安尼啊，哦，你搁再讨论嘛无机会啊。但是伊即摆讲要求讲行政院莫将即个物件搁送转去立法院，我问你，即条路就无搁袂通啊嘛？意思讲送转，你若搁送转的。邱老师有讲讲，啊，你就用追加预算啊，红线你搁送追加预算。其实根据预算法的规定，迄追加预算的条件毋是即个，迄是讲你法律上，还是讲你组织上有增加有啥啊？啊！你要用迄追加预算哦，啊！但是问题是，这条法律袂通咧吼。毋是，伊叫硬解说讲要用这条去处理啊。无，预算法的规范，尤其是向删减那存1块的业务费，会使定来。嘿，毋是定来，会使追加。对啦，我知啦，但是我意思是讲，伊迄毋是干那安尼尔，伊佫有足侪项的啊。吼，毋是干那追加的部，伊佫有冻结的部分呐。吼，冻结的部分你就叫来啊，你就3个月创好才来。毋是，无。伊佫有规定哦，伊的意思，伊同意爱大院过半，毋是讲伊委员会同意，啊，报个上来，我就互你啊。哦，啊，而且这违宪的部分，就是讲你用冻结，啊，事实上到尾啊，你若无互过，等于你是个3地预算嘛，伊有相定的权利啊，吼。所以我感觉讲，毋通甘食规矩咧报啊。啊，无来冻你无站站啦，无站站啦，无站站，大家呢，规个足侪文化界的吼，啊是。足侪迄个文化界、演戏界，大家拢跳要出来要去，伊今仔罢免的原因是安尼来的呢。啊，你即个物件无透互开，无甲透放互开的话，伊搁伫遐死硬的水批无效啦。你即个透互开，我相信罢免就较无遐正当性的理由嘛。这足简单的道理，这毋免去解释啥物因果啦，应该是知啊。哦，足清楚。好，来，李老师。是啦，确实对立法院来讲吼。伊唯一用个制衡、用个对抗，即行政院还是其他部会诶权力还是武器来讲，对，就是预算嘛。所以为什么当年后半年，就是讲为逐会期的第2会期，当年拢咧讨论啊，为着调也为着预算，一定是刀光剑影啦，你安尼讲啦，吼，因为我头看嘛吼，过去马政府。甲蔡政府16年内面，有13年，拢以中央预算案哦，拢踮咧隔年的1月才有法度通过，敢有3年的时间，吼，啊，无许多迄才有3年时间顺利踮咧当年度通过，啊，为什么要通过？因为迄3年拢要选举，啊，为着立法委员为着要选举。大家紧弄的，啊，等去不管是家己选还是讲地方的嘛，拢要去购争嘛。所以变讲，这13年，大家调也拢会，大家拢会你来我往啦，一定拢安尼啦。啊，当然啦，这个为什么引起遮侪的争议吼？确实无毋对，部分的提案吼，确实伤过超过。你讲甲迄个业务费。全数删减，还是讲3到乘1块，啊，甚至讲有诶毋是你有理由，即个提案，拢去用逼空嘛。所以为什么大家对即个立法院后半年的表现接受去？所以我们才会支持足侪罢免案。所以，李老师，你认为目前为止，吼，因为我看因这个大部分双方面讲的、3方面讲的，拢无人要让步哦。确实啦。因为即马若无人去让步吼，比如讲即个僵局
会继续落去，一定会经落去。啊，经落去上后边变安怎？上歹的结果就是立法院正式把这个总预算案送出去。啊，送出去你变安怎？你总统应该公布啊。变讲你个预算，我还阁一招咧，行政院长就讲，我阁提互伊，我就辞职。变讲辞职嘛，啊辞职，问题就是辞职。你讲好，变讲立法民进党正要宣战啊啦，就是讲我辞职，你国民党还是民众党敢倒戈？啊，你若倒戈，总统要宣布。李老师，我唔知影四位吼有听到风声无？台北的政坛吼已经咧谣传吼，有处一选，讲已经咧找新的行政院长的人选哦。当然啦，因为这是一个方式，就是讲我换新的人，比如讲我换新的行政院长，用较软的姿态来甲立法院接过来参详。啊，参详的时阵，啊，比如讲我已经退，比如讲你迄边嘛爱退，因为大家拢知影嘛，而且我这边这个节目嘛，常咧讲，这届的立法院才正一个所谓朝小野大的国会，进程其实拢无算，所以变讲即马大家拢咧学习啦，等于讲即马即个少数政府的找无出路了吼。当然啦，当然讲啊一句啊，三方拢爱让步啦，啊要让步，啊向先讲，先踏出这一步，大家拢咧看嘛，因为即马国民党嘛讲啊，迄个王宏威嘛讲啊，王威讲啊。韩院长嘛已经提出来讲追加减嘛，你就讲你行政院迄边拿来提出这方面来讲，各人去讨论，表示讲国民党嘛愿意来讨论嘛，对吧？是啊，这其实吼，我感觉有几个层次来看。第一个部分，咱第一个问题讲，这个罢免会个继续走无？我讲绝对会继续走。为什么原因哦？唔那是讲你有没有示软啊？其实咱讲到朱荣泰落台袂落台，那照过去来讲，要落台嘛换国会改选啊。无有一个可能是讲是选较软的人，还是颠倒是讲唔是你即摆的内阁官员不够战斗，因为从罢免开始，我要选的颠倒是较有即个讲论述能力、战斗力的，所以大家唔通感觉是感觉换一个软的，这我感觉会使来做观察。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即摆头仔讲到，其实照你讲啦，咱用上简单的最后是退回复议，立法院重新审理，我感觉应该较好做代志。咱坦白讲，迄民怨反侧佫会降低。伊即马人硬歪价，咱即马爱讲到预算删减的后坐力还没开始呢。即马才要开始呢，即马才立委开始来走，即寡代志慢慢会浮现。啊，国民党上爱讲的代志就讲啊，只是冻结又没有删减，甲大家报告，这真是爱对咱。我有啥会感觉讲，国民党内底应该有较有知识的人应该知影，咱立法院开会就是2到5月加9到12月底，今仔日2月11号咱录影，拍摄。咱今嘛朝野才决定这个会期开议在2月25号，恁拢开始咧上班啊，因2月25号才开始开议。单数会期不是就开议，要先选这个各党就先分委员会，还要再选召委选出来才会排议案。你甲我讲，第时要来省冻结案。啊，这个这要求的是过去呐，你委员会中心主义嘛，你若有意见，你就是伫委员会来解决，你是解无，全部拢甲你讲，你拢爱伫大院，啊来来报告解说。立法院2到5月开会，只有1到5开会，只有2跟5是全院院会。啊，早上又国是什么包入微博加加的，真是再来新再来冻结，你几百个案呢？你要安怎来讨论？啊，佮大家报告。正就咱小停起来吼，你讲。2月到5月，2、3、4、5 4个月。啊，一礼拜跟2天2个院会。4个月徛4礼拜，徛16礼拜。16礼拜1礼拜有2天的宴会，叫32个宴会。啊，免做其他代志来。啊，国事会议靠半天。是。哦，啊，剩16天。啊，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是，佫也未了。
搁也袂了，吼，第一个就是咱单会期，照你讲是法案会期，你搁讲遮侪民生法案，啊，法案要不要讨论？啊，另外搁有一个大代志，大家无注意哦，咱即摆咧吵吵闹闹叫中央的预算2条，即摆3条，搁有一个国营事业，咱的搁有一个非营业基金加起来5条。立法院搁有一个5条的预算，搁也未审查，也未审查，毋是也未过，也未审查。虽然伊毋是每一个委员会拢爱审啦，因为这特定几个委员会，但是也未走呢。你看这数来，你要安怎舞？你若搁要甲逐项头怎讲着，你也无爱行政院来复议，你要用什么追加预算？你是什么时候要开会提案？调整亚件，我搁甲大家报告。伊即摆若到5月若无延会，啊若无处理，后一届会议9月，照咱头先的算法，毋是9月也要开会，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甲大家报告，佮说来有可能的部分就变成可能9月、10月才开始审查冻结。你当10月冻结，你是要叫人要做，我爱做。啊，另外我回应一下咱的这个老师遐讲的哦。其实咱过去，我嘛伫节目讲过哦，咱以前会定讲预算的拖延，甲隔年啊，国营事业甚至拖到11月、12月都有。但是我必须要讲有一个条件无啥共款，因为伫马英九甲蔡英文的时阵，迄阵那是完全执政，所以我的公务人员袂惊，因为我知影我若用，我找你拄小，伊嘛到时阵伊的立法院会过。咱坦白讲，即摆公务人员我拄到足侪个讲，我则袂认同。我若甲你用了，你加无钱，我要安怎？所以即摆真是停滞。我必须要讲，即个代志最严重。大家国民党做爱讲，恁讲都无，毋是我讲。以前怎样过嘛无要紧，以前怎样过是完全执政无差。即摆你叫公务人员敢承用无？哇，这邱老师，你看要安怎来最公平啊？我安尼讲哈，我先澄清一下啦哈，倒阁甲行政院长辞职，毋是工会事啦，迄毋是同一个。我惊讲咱观众朋友听讲哦，若准讲咱倒院长吼，伊辞职，那可能就爱立法院爱改选，无这代志。执政当局无人咧倒阁。所以这是两款无共款的，阮对宪法的角度来讲，这是2种不同的宪政情境。哦，伊的处理的方法无共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头拄张执行长咧讲的是事实啊！你若准讲要一项一条去甲透无，迄足歹透的，时间无够，所以一定要靠什么呢？应该靠什么呢？协商。所以咱的总统第一届咧用宪法44条哦做院际协调哈。咱先前已经偌久，今年第78年呢。第78年，头一摆用这个权，哦，你就知影讲，这个权，即摆会使用吼，足无简单啦。啊，较早足早时阵咱莫讲啦，吼，迄阵是因为拢国民党咧执政，不管是行政院也好，立法院也好，拢是国民党咧执政嘛，啊，所以迄阵无迄个必要来用这条权啦，嘿，啊，2000年了后。哦，陈水扁开始咧做总统的时阵，3任总统，陈水扁、马英九、甲蔡英文，啊，尤其是头2任，啊，马英九甲陈水扁，因任内拢曾经想要讲用这条，但是无法度。迄阵立法院无要，迄阵较早王金平王院长无要用无要同意，所以拢无法度开。这届足无简单，咱讲实在话，足无简单。韩院长吼同意。那同意来，就我所在国民党党团内底，毋是拢赞成哦。朱简派的，拢无赞成哦。啊，但是韩院长同意讲去参加这个会，所以讲咱第一届会使有这个院际协商。但是呢，你大概看，真少看，咱院际协商的结果就变做小可各说各话。哈，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哈。因这款会吼，你若准备开放有成果、有结果，你头前一定要有一个工作会议啦，工作会议，工作阶层先来大家来讲嘛，先来瞧一下。若准讲会使照安尼讲，是大家先来瞧一下吼，然后做到昨一款会议公开把它解决掉，吼，真侪代志拢会使协商，吼。你即摆若准讲，看起来是无吼。
唔是看起来无，是绝对无，我甲你保证无。无咱就爱用1点钟的时间来讨论要创啥。大家若都无相信，你看今仔日的报纸也好，还是网络的新闻也好，哦，你看昨潘孟安潘秘书长伊讲的有3点的结论有无？哦，迄3项结论哦，咱会使摕来写作文，无问题，拢空的。国民不能牺牲对内以经济民生为优先，中会优先。啊，刚刚以合作以全民福祉为念。继续念，这大概拢会使用。哦，所以我讲，这也在作文的范本。哦，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但我讲较歹听，这唔相空的。所以昨拢咧，大家拢3个党，每一个去参加的人，大家拢咧做戏嘛。上重要的问题，像头拄咱咧讲的吼，大罢免的问题、总预算的问题，要安怎处理？哦，你这一定爱谈嘛，哦，结果无啊，所以今仔知嘛，哦，后院有个摕落去啊，我会使甲你保证，若阵拢即摆拢继续无调，无来协商，哦，咱众议审复议案结果有个是62比51。或者是跟他给他列的60比51，你照讲去冰打，你无法度，所以你若阵讲想要过这关，啊，过这关真重要。头拄执行长有讲过啊啦，哦，过这关真重要，而且时间非常紧迫哦。国营事业还有5兆多哎，还有5兆多的预算，不是。是还不开始审啊，这还没有开始审哦。我听着，拜托的。老师你安尼讲，我安尼，所以大家不要冷起来。所以你无协商要安怎解决？一定爱协商嘛。想到国父纪念歌，安怎讲？民国兴盛，国事如麻。对，讲，是国事如麻。哦 ，OK， 基本上就是，若准讲要一条一条来处理，我甲大家保证，已经无迄个可能啊，无迄个空间，也无迄个时间，一定是规包摕来瞧。哦，啊，你要摕规包摕来瞧，啊，大家拢你情我愿。我讲歹听，你若准无协调，要安怎做？一定做。这个时间一定爱协调啊！唔是讲甲遮个人靠我来哦嘛，开一个会，互大家看，翕一个相哦，大家扑甲拍拍的，就拢通过。无这个代志，所以我的结论是协调，一定爱协调。若准无协调，哦，咱就好戏通看。但是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协调即马规个党哦，大家面子也拉不下来啦。坦白讲，即马你若大家协调了后，甲钱拢甲拨转去，大家就咧讲啊，你增效的，你就是你空转，你都爱负政治责任嘛。想来当初安尼黑白母的，医生咱用民众党的讲法是理性科学务实。我知啊，但是我的意思是罢免团体，无一定是咱讲着目前。罢免啊！我同意。罢免是罢免，罢免要安怎用？对不对？罢免你要投票嘛，上紧嘛，到今年8月还是9月啊嘛。但是你预算即摆才开始咧用啊呢，拜托嘅，今仔日已经2月啊呢。不，我是感觉讲，若要瞧的人，你就莫去讲迄个543的话。是，吼，啊，莫讲迄个长底卡话，就坐落去咧就事论事讲，即摆即个预算是要按怎来瞧？对，蔡老师，你的意见？对啊，伊大家吼，但有一句话讲吼，无米来煮番薯裤汤啦，即摆连番薯裤嘛无，连番薯签嘛无啊。伊得规个大家互你拢无法度。啊，即摆你讲要教因讲啊，无你就弄吼啊，搁转来。我感觉吼，即嘛伊嘛无愿意啊。但是若要一件一件讲吼，无老师啊，咱若较高正的拜托的，为创新。其实我讲，你看因的方法啊，伊等于咧害家己啊。因为即马罢免第2阶段、第3阶段啊，啊伊即马佫慢慢啊伫遐用，伊若毋一届啊，这贴袂了，这咧，吼，这特效药处理你的，因无安尼，伊的意思要用追加医生啊，吼，伊佫面佫拖袂落来，讲伊即马若复议案等于了，伊足简单的嘛，佫定心来处理，你看你啥物理由，你摕理由出来，吼，啊这应该抬，就我讲的嘛，应该抬的，你感觉有理由的部分你讲出来，吼，啊袂当讲一个组织，那就咧站头安尼啊。50%再90%，所以蔡老师的意见就是讲，应该是亲像吴思瑶干事长所讲的，讲恁就支持互议案，啊，转来咱预算规半，过来定来，过来中心，
安尼，不，唔免全部中心啦。心就是讲，你将迄抬到有够咸的，你甲救倒来就好啊。哦，啊，你当然有一个比例，我会当理解，但是袂当讲目睭白白的来，全部拢不管什么理由，3%、5%、几10%，我讲话，你还有台湾人民感觉讲，阮选你，要爱好好啊行使你的权利啊，唔是讲吼杀你吼，那就戏白来要做皇帝啊。哦，意思讲你要做皇帝啊？因为这内面还佫掺着讲，恁进前的财政违分法。在违法的修法啊，干什么？我简单讲，对，伊今仔的选罢法，哦，伊甲迄个条件加严，袂使伫即个任期呢，这是违宪的啦。你家己选出来，你伫即个任期甲迄个标准度加严，安尼讲袂出车啦。不是，最简单的道理，你就是后一个任期，吼，你通过你后一个任期的，嘿，后一届。那我讲即个会期，甲你加严，是加糖，毋是加盐。啊，随加随用啊！哦，迄就是自肥啊！什么意思？自肥的意思讲对你上有利啊！伊嘛会死着伊家己啊！伊要甲罢免啥人？要罢免伊，比如讲你哪个方面的人，你要罢免民进党的人，你嘛是爱加严啊！伊即摆毋是哦，伊讲别人甲罢免，伊拢讲恶罢，爱去罢免别人拢善罢，哪有即个道理的？你若罢免就是罢免，迄是人民的权利。这安尼你讲袂煞。不是，最简单的道理。我毋是挑工讲重任吼，我意思是讲，我即摆现主是我惊讲阮兜的预算哦，你安尼创袂煞，他听县长安尼讲，我好卡这边领起来。是，最简单的啊，孙悟空大闹天庭，干那如来佛有法度甲控制。什么人是如来佛？是台湾人民呐。简单讲是安尼啊。是总统五将。不，迄毋是，迄是毋是总统的五子吼？五指山，毋是，是台湾人民如来佛。啊，如来佛要甲你控制。所以老师还是同意讲罢免继续进行。毋是，因若拢无改变，啊，你罢免，迄就是你家己造成的，你袂使怨别人。也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简单的道理，你家己我都透啦。啊，你若家己唔透，你去怪讲吼是总统无教你去抬迄呢？好，来，李老师。有啦，我即摆一路，我咧，你就想讲，你若讲即个总预算的即个问题，你若搁牵涉到罢免的时阵，即摆就出了一个问题啊。万一啦，你提出的罢免案若拢无过咧，啊，这意思是讲人民支持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做法咯，敢是安尼？因为你罢免案拢无过。愈来愈大，愈来愈用啊。啊，变讲敢是讲。民意支持国民党甲民进党安尼做，其实嘛无啊，因为其实国民党、民进党的做法，其实足侪民众嘛讨厌嘛无支持嘛，因为有的法案，也是伊的提案，确实有的收超价啦，我讲真啦，吼。啊，毋过若讲反过来看，若万一罢免案若无过咧，啊是讲啊，变讲罢免案无过，变讲跨界面要怎讲？啊，是讲你民进党政府即马要安怎看？即马变讲即个，若讲咱若为结果来推，啊，变讲是毋是讲民众就多数民意就赞成国民党甲民进党踮咧立法院的做法咯？敢是安尼？所以变讲大家若纳入去讲，若无过就变讲一定要推罢免案的时阵吼，大家就要看效果嘛。啊，后壁来效果若变讲，若罢免案拢无过，啊，即马变讲啦，民进党迄边是啊，要安怎做？老师，我现我咧老鼻咧感冒啦吼，啊，我要你甲我开药方，我就要食啥物药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啦，这确实啦，比讲三党，因为即马三党拢有因这大人讲嘛，就爱食这物优酪安，或者食这有诶食迄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啦，即马赖总统既然出面啦吼，上好诶方法啦，比讲一定要进行即个就是讲朝野协商啦。啊，这个朝野协商哦，比讲你总统，你愿意用你民进党主席的身份，邀请调野的主席甲立院党团的总召嘛？因为即马真切一点的立法院这个预算案的这个问题嘛，所以你讲，比讲你赖总统，你不应该刚好用总统的身份，你要用你党主席的身份，邀请调迄个在野党的主席，
甲在野党的立院总召，吼，还是讲你讲较重要的这个委员会委员，吼，来召集人，啊，大家来协商嘛。啊，这个状况就像这个邱老师讲的，你要这个召开时阵，你事前一定要有一个工作会议，变讲大家都要坐落来啊，开始咧讲啊，触及真正实质的问题啊啦。你才有法度踮咧后边这个协调会议吼，达到最后的结论嘛。所以老师，你的意见就是党爱出现啦。一定爱啊，因为你即马你总统用总统的院际协调的身份，问题即马出现的唔是讲什么监察院甲立法院出现问题，主要是医生嘛。啊，医生的问题，回过头来，最后嘛是要回归朝野这么立院里面的这个协商啊，那无法度啦。无法度吼，一定爱啦。郑长，你认为咧？是啊，当然即摆看的是僵局，为什么头下讲着呼吁哦？前一阵仔咱民间团体有去监察院对这个院长甲周万来秘书长就提出这样，为什么呢？伊预算案送不出去，佮另外一个甲大家报告，医生佮也未送出去呢。预算案还没送出去呢，咱今嘛唔知咧讨论啥呢？立法院上次大家起啊要死的，咱今嘛讨论开时间讨论的预算，啊，提供行政院要复议，我可能时间点要拉一下，行政院还没拿到，他也没办法提复议，所以今嘛是立法院还没有把他们自己三读过的法案送出去呢。安尼因的意思是讲来啊，来讲啊。我还袂甲你送啊，所以院际协调的要安怎讲政党？先问你立法院，恁即马是咧用啥？我当然爱找你讲啊。恁即马照你讲，照正常定数，立法院内底某议事相关的专业技术幕僚，重复删，然后删错了，然后撤案，敢袂使三读后撤案？拍谁？内底拢有专家，三读后就可以用撤案吗？三读后就再提案再吧。伊就韩院长讲，这礼拜5一定会送出去。不管安怎，一送出去，有头先我讲的，你三读过后自己说我撤案，三读后的案子可以撤案吗？准审啊，无准审，袂使安尼啦，爱重跑啦。我安尼讲吼，咱顶会期过年前通过迄个总预算案，袂使搁改啊。依法袂使搁改啊！但是即摆立法院还袂甲送出去，但你就是主持人你头拄讲的，5以前即摆韩院长已经答应啦，讲迄个案就较早通过迄个案，会甲你送去倒位，送去总统府的发互行政院即摆看起来是要甲复议啦，甲送转来吼，即摆。可能总统也是民进党即摆的想法是讲，伊送来互你复议的时阵，你甲接受就好嘛，恁就重新开会，重新来调，重新来改。规个拢将来嘛。但是要撤头拄我本来通过案，你叫我撤回迄无啊？迄火车已经驶到高雄去，即摆也叫倒来台北。不，咱讲的撤案不是行政院叫他撤案，是立法院自己蓝白主导的过程换严丢去啊，家己讲迄个案无算撤案，迄拢袂使啊。我头拄讲嘛，你火车就已经要驶到高雄，即摆已经驶到台南嘛，你啊搁甲叫转来。迄袂使，这未来有违宪释宪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真的是乱审啊！咱坦白讲，我知影大家有政治家己的考量，我咱莫讲有政治考量，我上好上简的方法就登起较紧，跟他起厝共款。你搭了一堆违章，然后再说那个支架，迄2楼3楼迄隔间唔对，咱安尼搁贴安尼贴，上不出来，原因就是重复删，然后跨委员会给人家删到最后，你提30%，我提35%，不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买1送1，以最高价还最低价来做参考。我想要甲整理一下吼，即摆看起来是安尼啦。民进党希望讲，阮即摆甲你总预算，你甲送出来，我甲你摕转去，吼，要摕转你就接受，吼，接受你甲改，吼，这是民进党所想的。国民党这边也是讲韩院长即摆因这边咧想的，就是讲啊，你卖复议啦，吼，我甲送互你总统公布，公布了后，恁个送追加啦哈，追加减预算，按照预算法啊送入来啊，阮才来调啊。
这个中间有时间哦，咱就来做震动之间的协商好好规包来做最佳这上大，唐总徐老师讲上大的问题就是朝野敢有这信任。我即马放互你过，我副议案是我个你甲我副议案驳回，我个会使申请释宪，不管你的大法官、中央宪法法庭安怎去用瘫痪，迄是我会使叫做我的力量可以来走的程序。蓝白安尼甲你舞，佮甲你讲免惊，你着钱甲你免摕一寡钱，我后摆我钱佫会补互你，啊那遮简单，啊以前有一寡问题。我头拄咧讲，我头拄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即摆两边的想法，各自的想法，因家己的算盘是安那咧播的啦，哦，啊要安那做，这一定爱协商啊嘛，哦，这一定爱协商。那种讲要硬创，吼。你行政院，伊甲总预算，你甲退回，啊，佮叫伊回，伊一定佮甲你卡断去，啊，卡断了后，你要安怎？啊，送去大法官会议，啊，大法官会议即摆宪诉法已经生效呢，总统已经公布啊呢，爱10个呢，啊，即摆连宪法程序也剩8个，你会连开都无法度开，迄个阮咧甲迄话人，阮常常咧讲，就是叫做宪政僵局，一角，佮另外一角。套环连环套的结绑在一起，这无法度解互开。唯一要解开的，就是要点迄个润滑油、润滑剂，哦。你要点润滑剂是啥物？协商嘛。啊，协商的时阵就是规包，莫佮讲。邱老师，你有赞成李老师所提讲，你赖总统你爱以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做政党之间的这个协调？嘛是会使啊。啊，你若准讲你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要来协调，你就变做董事长哦。哦，啊，即阵你就毋是找傅昆萁啊，你这就要找就是找朱立伦啦吼。因为进党主席佮对这黄国昌呢，虽然讲伊即摆是代理的民众党党主席，伊嘛是党主席啊。你嘛得爱甲找啦，因为这三党有席位嘛。你这三党拢爱甲考来啊。啊，你即阵你就毋是总统啊哦。吼，赖总统即阵就变做赖主席啊！啊，赖主席你拄着黄主席啊，拄着朱主席，迄是主席对主席哦。啊，但是张迄毋是哦，张伊是主持人哦，伊总统哦。但是看下张啊，应该是无一定有啥物结果嘛。所以我咧看讲，政党甲政党协商嘛，无一定讲一定爱叫主席甲主席啦，两边拢叫秘书长来，哦，3个秘书长。哦，你民众党左翼修嘛，考来哦。虽然讲伊是小党，你嘛得爱尊重伊嘛，加减伊嘛白色啊，对吧？大家拢叫来讲，即马拄着即款代志哦，佮继续武了，对国家有影也无好哦。所以咱找一个办法哦，大家来解决啊。较早你林辉前期咧做总统的时阵，我记得这个详细，伊转来，伊对去访问新加坡。转来的时阵，伫机场开记者会，记者甲问讲，新加坡迄阵叫你来自台湾的李先生，啊你有满意无？伊讲我不满意，但是我会使接受。民主政治就是我虽不满意，但是我可以接受。什么意思？就是我有让步嘛，啊，迄阵来。那明明是李登辉总统，你甲叫做讲来对台湾来的李先生，哦，伊嘛是讲我接受啊，这是事实，这是国际现实嘛，我无法度。所以同款啊，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讲，即马咱3个党，不管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拜托大家拢坐落来，吼，莫阁讲诶，你对也是你较对也是我较对哦。你安尼做是总不应该诶，你总意思你安尼创甲后白创哦，台电你搞什么动辄1000亿哦，2000亿哦，还不是1000亿。总共加起来2000亿啦。哦，台电是1000亿。你大家拢无电，你要去电话钱，佮要增加，你安尼对不起老百姓，你讲迄无效啊嘛，对无？即么一定爱大家拢爱让，但是你有让就一定有得嘛。安尼就是我头拄咧讲协商才会使解决代志。蔡老师协商对，但是就是讲吼，你着党团协商，吼，无你这国民党内底吼一般虚报啊，天龙够济啊。万一韩国瑜一去，人就讲吼，这鸿门宴啊，吼
啊，伊转来伊是甲消息传到大家讲，哦，这大家咧讲的问题，大家来处理。即摆因大家拢各有意见的时阵吼，你会变做足歹协调的。好，啊，你偷人出来消息吼，媒体讲啊，即摆小报吼，即摆变大报。报先生吼，我是无一定会当记10年呢。对啦，伊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天王我嘛叫我背单呢，哦，我嘛无知道去甲讲。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逐项代志，若要叫拢总统用党主席的身份调，我讲，这4年吼，绝对开120届，是安法一定甲你通过。来后，大家叫总统用，唔是啊，其实足简单的道理啊。你就是感觉讲，恁这个做法已经有问题啊，吼，啊，恁家己管理落软，吼，删了、抬了相限的，你就是互伊吼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哦，啊，这足简单的道理啊。你今仔若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多数甲你抬安尼，你敢袂？好，就伫遐骂啊，一定的嘛。你甲换一个位来思考，吼。咱若执政的时阵，新北市、台北市，国民党执政的时阵，若民进党多数甲你抬安尼，你会感觉你着抗议，敢毋知影伫对去啊？其实阮伫反伊咧照新闻时嘛有看见，就是透过各部会国会联络人来甲个别的即个委员讲吼。我这爱甲我追加一下吼，啊，这个吼，减少说这，我会当过来啦。啊，委员讲，我想看觅，啊，无你这个吼，佮加一个，我这个有这个需求安怎？啊，大家敲较好了，规旁再来旁出去。对，但是简单到即摆无法度安。简单讲吼，即届就是拢是各个委员讲伊要抬啥啦，吼，啊，伊无整体去调好。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用即届伊的。国民党的这个党团的这个干部咧，讲袂行啊，简单讲就是讲袂行。这应该安尼讲哦，大家若去看咱的时间，咱节目嘛有讲过哦。大家若看咱第即个咱讲预算案是第双数会期的旧年底哦，旧年的时阵，照理讲9月就爱开始算审查预算，歹势，你看迄个时间轴，甲11月搁咧查咱的争议法案，根本无委员会咧审。所以为什么出代志，就是因即马伫迄阵啊，拢咧查争议法案，啊，搁有人坐牢，在吵这些事情，去探视、去北检，拢咧做这个代志，无委员会咧认真咧审预算。咱照咱的预算法，这听众朋友拢观众朋友拢听拢烂去啊。照预算法，11月底就要审完预算，11月很多委员会才开始审预算，所以委员会就变成无实质审查甲讨论。我讲一个上简单。外交国防委员会对国防相关原来的预算删减的是委员会，大家看资料看，实际有删才6、70亿而已，最后会变900亿。我嘛不知道怎么升的啊！你认真坐在委员会审议的不到100亿，突然送出去，朝野协商一画就给人家变8倍、9倍，这表示就是委员会都没咧心扎，还是架空各委员会，所以进前没咧讨论，原本你他讲一个协调，应该就在委员会时应该迄阵是在三星其实就算我写普隆讲的提案，反正我知影无一定会删出去。我的感觉是。各部会即国会联络人啊，迄阵时应该是头毛烧啊。因无要见因为迄阵啊无咧无用即个代志，歹势咱那伫国会联络人讲一寡代志，公务人员他们讲蓝绿都有啦，白都有。对因来讲就是我要好好做代志，咱必须要对咱台湾公务人员啊，我觉得还是绝大多数都是那种我认为有能力愿意做事，只是政治的问题点来干影响。所以对因来讲，他们一定是恪忠职守，赶快让预算通过，带他们的长官去啊！问题是迄阵啊，立委就无咧审预算，你无咧审预算，我是要安怎去甲你沟通啊？好啦，不要紧啦，我也是要回头来问李老师吼，李老师，你主张讲赖主席爱落来，但是他蔡老师讲啊，我刷来这3档我来派过日子，逐摆都要叫我赖主席来。其实是不会啦，因为这是第1年，所以这第1年难免啦，因为我头就讲嘛，因为这是第1年，正是朝小野大的国会，而且这个第3党不一定是，因为以前啦，你讲来讲，迄当阵是淡水边迄当阵嘛，大家讲朝小野大，问题迄当阵亲民党甲国民党，其实2个结合的是自然的嘛，啊，这届无一定啊，拿甲白无一定是，什么代志一定拢配合。
所以这届是正是少数国会，还是讲多数国会？有两色吼，煞无斗到这个福议案。对啊，所以无一定讲伊什么代志一定拢是听国民党的，所以这届是正是咱个讲是少数国会，还是讲多数这个讲比讲朝小野大的这个啊，有信心的吼。对，所以讲第一年大家拢咧说啦，啊，不过后壁来讲，你若讲今年啊慢慢过以后，我相信啊，今年9月咧审查明年度的预算的时候，一定因为大家拢有经验嘛。我是感觉明年大家足无用的啦，要选这当然为着要选举，大家就会较紧啦。第二咧，我是感觉讲啦，对立法院的改革吼，我是感觉讲嘛一定爱啦。为什么要安尼讲？头张执行长有咧讲嘛，2月1号报道嘛，新会期报道，问题大家讲开始讲啊，当时要开议什么，搁咧开始搁咧吵。问题你若讲以美国来讲，美国新国会是1月5号报道，1月6号开始咧做代志啊。所以咱照你讲，对咱的立法议员嘛袂较放松啊。照你讲，你2月1号报道，你2月1号开始来做啊。要叫啥改革？立法议员家己来开始做啊！你这州处第三害，这本来就按你讲，问个讲啊，什么代志拢甲曹野先生。老师，啊，你这州处第三害，你甲州处讲第三害，就是你家己。无法度啊！你要为家己做起嘛？你若为民众去支持你立法院，你本来你家己爱做起啊！因为你袂讲什么代志。2月1号开议，那个讲2月1号报道，那个讲咱来是合照讲当时开议，啊开议就像头啊张执行长讲的嘛，开议了再个去选委员会，就开始排，为3月才开始。让国小朋友今天已经开始上课了。对啊，所以变讲咱一定爱讲，立法委员还在放寒假。对啊，变讲爱来想讲，免啊。促进改革哦，嘿，免来改革立法院的这效率啦。是，这个鲍君奇伊有出来讲，伊的意思讲，啊无嘛是爱来协调，这什么意思？人民的声音出来了，伊知影讲伊家己嘛爱落软啦，而且伊党内底足侪人，有可能去用罢免成功的人，一定反对。你带阮去冲啊，冲的是阮大家就战场，结果阮爱负责去用罢免。无啦，伊家己买。无啊，但是有诶较容易成功啊。对，按我现实来讲，伊感觉伊较稳嘛。哦，啊，我意思就是讲，你就放负责，互你这个党伫遐咧拖啦，吼。啊，我袂相信病啊会种家己。啊，老师，你认为即摆保底抽薪是要安怎来用事？像头老师讲，改革国会，我感觉改革国会较难呢。啊，来桥，你讲啊，目前这桥是应该是爱先落软先表态者。对啦，你若两个人拢无落软是无法度解决的啊。嘿，啊，简单来讲啦吼，这病啊，这个主席吼，伊无可能，伊即摆要靠国民党，互伊一寡支持，伊毋知道伫2026年，伊会当选啥物市长还是县长无？吼，啊，伊几个党伊甲带迄个方向去啦，对伊来讲有利啦。吼，所以我袂认为讲伊会都啊，不管伊，啊，主要协调对象是哪个？啊，这就来向去落软。无，就是讲韩国瑜去主持，啊，恁三党人大家拢伫遮吼，啊，过去的莫搁讲啊，迄落头长的话你就莫搁讲啊，吼，足简单的，就是来感觉无合理的你提出来讲，吼，啊，大家画拍拉肯，吼，啊，有的就是讲啊，无你莫抬遐济。吼，啊！你手势放较软呢，唔通吼安尼吼，袂输讲你即支刀真来啦，吼，但是唔通吼皮肉拢卸掉啦，千万唔通安尼啦。你安尼的话，人民是足愤慨的啦。韩国瑜嘛捌讲过，讲哦，恁这国民党伫外口的形象是足歹的哦。啥物意思？就是讲伊听到迄人民的声音嘛，而且有的是国民党支持者呢。你拢讲民进党是哦，伫尾啊咧。咱坦白讲是真复杂啦，吼。不过我是感觉是属着啊，眼前的代志已经解决了，邱老师。是啊，我头拄就讲过啊，一定要协商啊，
不管你是听着人民的声音，讲爱协商，还是安怎，还是不做不杀。因为国家必须爱行。咱的政府即摆每一天，咱公务员的薪水照样要那样呢。啊，但是你无咧做代志。我一摆看迄中部办公室，所以拢唔敢开灯啦。是啊，是啊。啊，你安尼要安怎做代？可能有一寡机关吼，大家感觉讲你无效率，爱甲关起来吼。比如讲，咱即摆讲到美国政府伊，马斯克伊即摆咧做吼，伊唔是伊就安尼啊。吼，有正义的机关，还是你有一寡无法度发挥功能的机关，伊拢甲你关起来，莫讲1块啦，1沓都无要互你啊，对无？所以咱要讲起来，就可能话头会很多啦，吼。咱即摆就暂时莫讲个遐多。接落来啦。上简单就接落来，吼，代志一定爱解决，是你先落软，还是我先落软？啊，你要让偌济，吼，咱大家来画一个拍拉眼来。代志一定爱好过。